你就都抓去，唔系我来做面，你就变做是菜嘅菜天，因为抓去有河山，因为抓去有河水。 要比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走得前面都一大东西。你就都了解没有了做，你就变做是菜天，因为了有河山，因为了有河水。 要比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走得前面都一大东西。 对。所以刚刚他们打电话给我说，叫我们去想办法处理掉那台车子。哎，受壮，高创伟传简讯过来，说他在山上受伤了。受伤？对，你有回拨吗？有啊，是没有讯号。小赵，对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林务局，跟他们说准备组织一个搜索队。哦，好，明天准备收山了。是。我来打电话给分局，做报告。
放开，放开！妈，有拆台，有拆台！哎呀，双手这下给我，不是，你是干嘛？哎呀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啦？什么为什么啦？为什么刚才我会被带到山上？我怎么知道？喂。高政委，描述一下你自己的位置，有什么地形物？我的位置不知道哎，都是树哎。废话，你在身上当然都是树啊。树上有编号啊。看清楚一点，是几号？看不太清楚哎。好像是16吧，16号啊。喂，喂。喂，是16号吗？知道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，谢谢。16号再往前开1公里多，可是到那边要徒步了。要徒步？对啊，那个车子上不去了。幾天嚟？幾天啊？馬介田嚟。你咩啊？人家曉田啊？哦。用班哦。有，阿雄哥講。哦。唔是啦，請問你愛看的戲愛，唔是啦，唔是。人家唔是，拜託啊！你看啊，啲鄉村嘅嗰啲天，人家打敗鄉種嘅，全部按太橋哦，所以人家橋田清晰，人家啲幾天來買唔可以做了。社係冇關係。你看啊，也條船叫啊，暗瘡。我記得細細嘅時間，我爸爸人愛講，嗰條人老阿咪聲音，老嘅後爸水看到也偏來，也以前全部咪風體，冇水用板鋼天咯。我當時冇唔錯，不過啊，你講天然啊，你發講啊，就唔錯。而呢唔錢啊，對生意嘅做事，你話？唔好攞呢。哎呦！拜託啊，人家啲天啊，哪能買睇？我哋行得太啲，叫我做乜計啊？唔係啊，咁講成愛，鋼天因愛冇同馬介數，你講給馬介買鐵嘅事情，我就唔知，跟用辦處理呢。很傻，嗱嗱唔講啦，講到吐水人家都簽埋啦，人家我意思呢，3萬多我已是賺來啊，最後講，但係冇冇天係冇買睇咯，冇買睇咯。點下嚟，人哋要輕鬆工作，輕鬆工作。有啦。有咩100-200做去無限嘅嘅事情了。我咪攞東西交本機，機要台北有圖書，機會處理啦。啊，唔係傾下。好啦好啦。阿大弟過來到。姐姐嘛，來，哎，阿叔用辦法講一基本，哎，你同阿叔謝謝哈，來啲，哎，來，哎，阿姨呢呀，來，讓阿本又出櫃啦，貼喺低咗來電路嚇，哎呦，唔客氣嘛嗰度，得班人阿叔班唱嘢，唔係照住去菜啊，啥意思啊？我買嘅啦。總小姐，來阿叔班啊嘛。係啊。不好意思啊。
做我爽摆哈，哪份看的安呢？唔止唔看到样的哈。你喺講度假村的事情。哎，錯啊！將來哈，人家蝴蝶館係買本嚟聊嘅話，對呀體磅嘅繁榮啊，真有幫助哦。再我講哈，一識投入嘅人，咪會增加，嗬。唔知冇，一度假村哈，留一蝴蝶館兩地體啊，係本地人強下開發嘅話，一天都係相當多人來啦，嗬。嘅家私好參詳啊，好。家私，哪個家私啊？喲，這唔係鐵嘅家私啊，嗬，錢源方面冇問題，唔再看下，嗬。韓劇，你有錢啊？是啦，太太飄上去了哎。啊，唔，挨唱啊！唔是啦。哎。还在生气哦？你听阿英姐说哦，那个黑松怎么讲他都听不懂。蝴蝶馆不会卖，也不能卖。他一心想要买蝴蝶馆啊，所以听不懂讲话。不要生气了啦，喝水。今天天气很好哎。你等一下就要飞了吗？不想理他了，我走了。拜拜。拜。要咬冇？廿味啦，那味來啊！慢慢嚟。来，1、2、3。
陈建浩，高尚的人类。魏颖，啊，去那边哦。哦，那新来的同事啊，哎，有被处理。哦。怎么样？吴颖有看到？在对面。啊？伊做棍课啦。你弹琴几位呢？那么子他爱是调片。咁咪求牛咩？重要冇事好做的嘛。有啊，不过少人根本你手受伤，冇根本你来练团。练团？敢做到真紧的事情啊！你还没很真紧的事情啊。阿先，这边。刚才讲哦，见面迄个片段啊吼，喊恁来特别用五谷用生米做的，各营养嘛各健康，安尼是讲生活是无？真嘅啊？哦，来试看啦哈。哟，关于了1号生呢？哎，错啦，掠一包的吼，青豆每天用来，哦，也去传糖啊，模式做掉的大用，哦，无亏安嘛。爱弟啦，多谢咱关心啊！啊，错啦，头当下日落的时候啊吼，像看到阿贤的家人呢，啊去看起来呀，没有个台北检查来哈。哟，你用滴喏？哪能会唔滴啊？个幸福里发生的事情啊吼，每天还没以后又变过做滴哦。哟，有样啊有样。俺也冇个时候嘞。哎，要不要有生哦？冇啊，俺也冇个时候嘞。老总，刚刚学长打电话回所里，说他已经找到高尚伟。把手举起来！把猪放下！
几人啊？高创伟，其他人呢？都走了。张国恩，建5块地。小草，照。来，我们照。我照。好。对，谢谢。明明是76号，你怎么会说成16号？我这个角度看是16号。76号跟16号差半个山头，我们找半天呢。对，真的很像16号啊。你呀，为什么一个人上山？没有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地方很小，我们只是个派出所，很多事情要跟分局报告。你这样好大喜功，我们很难跟上面交代。对，我是被绑上来的，我是上错车，然后总之啊，你没有在第一时间回报，请求支援，这是造成我们的困扰，好不好？那么痛，轻一点，谢谢。忍耐一下嘛。我跟你讲，他这样讲是有原因的啊。之前啊，有人上山来要抢资源，黑吃黑，结果被人家分尸了。骗人的吧？真的。不过不是我们辖区的，但是全台东都知道这批山老鼠很狠。他这样讲是担心你。不好意思啊。好了，高照你处理一下，我去附近看看有什么痕迹哦。小心一点。你住哪里来的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跑过来的。老玉，你坐一下啊。过去拿东西。跑鱼类，跑鱼类。山上那个人还好吧？很好。对啊。不好意思。对啊。得到扇子，没带，很热。才刚从天上飞下来，你还会热？这太阳很大哎。你是仙女吗？仙女怎么会热？哎，伯恩，幾點問啊？哦，前來啊。可以來廁所呀？你有冇去弄？產樓處啊。看起來還好嗎？還好。怎麼會在這裡啊？我剛從天上飛下來啊。他是誰啊？上次沒有看到他。他，我來這裡的第一個朋友。希望你在這裡會認識很多新朋友。謝謝。你好髒啊！你很髒啊！
他肚子饿了，要吃东西了。有。哦，等一下买牛奶给你喝好不好？先去那边玩。哎，小赵，你们这边有没有7-11？7-11？有啊，对面山头，山脚下有一家，40分钟车程。不是吧？40分钟哦。全家有没有？对不起，新福里没有全家。哎，你们这边到底有什么？干嘛点？杂货店总有吧？有啦，干嘛点？当然有啊。当然有啊，出去右转就有一家里长我开的。够衰啦！哦，真正这个人哦，这个有够可恶的。哎呦，我懂。无恩啊，我跟你讲，迄下昼哦，有人来甲我推销迄牛筋菇，你知哦？啊，明明就够水水安尼哦，钱花了，看拢假的，你知哦？哎呦，安怎敢知影是啥物人来推销的啦？我就甲俊阳讲啊，迄上物无好货，就甲人讲袂听啊。啊，但即嘛呢，只讲互人啊啦，啊嘛是说啦，啊，拄啉一寡酒吼，拢无问清楚安尼啦。真样诶，迄卖你的人是有熟识无啊？啊？拢唔捌看过的人啦，我甲你讲，啊明明就这边看是真诶，啊一外头都变假的。很简单啊，一听就知道是调包了嘛。这个目标会是啥物人啊？洋洋出声。先来啦。先来啦。我看起来敢若袂输足牛的安尼呢。叫阿伟啊啦。好啦，无代志啊，等下做一下记录啊，哦。慢点滚影片。不是，李总吧？李九伯啊。对啊。当你是安怎啦？哦，未完啊！我跟你讲，有人摕迄假的牛筋菇来卖我啦。免，所长，免骂个喏。这人家按顺了的素材，要我们诈骗的人落来了。在我按的下去的吧，慢人干来到人家有啦，别人吃干净就皮臭唔黑咯，你要就讲黑嘛。他是我们的义来，安雄哥，而且连了3季。来，李九伯，来，这。阿雄哥啊，T 凤松嘅反应吼，那就低啦，吼，一天啦，要加强注意嘅啦。哎呀，所长，我明年啊，我限1年嘞。迄个啊，也很不利，本人咩都按人弄搞的，俺要我还写得动。嘿，阿雄哥，放心啦，李宗伯嘅案例啊。哦，内了啊，要调较多人数啊，哦，查较严着诶。哎呀，哦，安尼。带李总吧去做下笔录。哦。做笔录。嘿呀，做事情就迄啊，较实的喂。唔要安尼吧？啊？那个东西唔要啊？来讲嘛，还是唔做问题。唔系办的，哎，所长。几很慢的？先来嘅啦，叫做高灿伟啦。哦。唔做迄个先来呀？我听人讲，唔出爽嘅，呀，张雕我讲来就出爽。那，请个好好照顾自家身体啦。莫讲啊，我就很不利。都要亏待。大姐啊，你应该变来较清楚诶，要不请去派出所听听诶，到啥警察，全去东路啊。请人去查较清楚，若要出手，咱也即家无生意，老太家无上款。查较清楚啊！嘿，查较清楚啊！好啊，好，我查较清楚啊！你要我出手了？阿雄哥，就冇乜解啦，就从本嘅波多家下，就堵到3路处嘛，就打就出手呢。3路处诶？你要我堵到3路处啊？哦，阿雄哥，来，详细嘅钱哦，那张了解。
较大条的，那就咱唔讲，咱唔报告，好无？亚件事情当洋葱哦，唔免得我讲笑呢。你见到下一份笔用同来啦。好。也买个狗买个笔的呀。你看吼，难怪讲法很冲。我有某个事情讲埋发的，无咱我个意思啊。你亲好啊，第嘛个就讲买的啦。好，阿叔哥，唔好看啦，唔好看啦。好啦，慢行哈。高站位，定下呢位哈。是吧？走啊！哦。社长，第二件事情一排这啦。无相关啦，放落呢。下摆唔会再个案的啊，老事情没得案的，实在一排这。阿伟啊，唔知我用暗号了咱的无？哈？了咱的啊？你抢人抢样咩？我唔得抢呢，抢人，抢多水，那个事情啊。都好就好诶咩？有啦，颜色时候有种过挑牙，但是抓毛诶，敢有问题嘿？唔针对台北来，可能冇买关啦。亚伟啊，你讲人放嘅地方啊，就像乱难嘅穷样。较自在点个，较慢一些的，对吗？按样啊，开出来嘅法，怎会讲呢？哦。呀，局长还好吗？喊做的啦。伊个眼路同好个，真的哦。虽然我俩位啊较细啦，不过睇一个最充电来哦。我讲伊对人真好哦。有啦，我有听人讲过诶。俩位啊，冇乜个事情啊，就可能表现咯。还是啊，所长，还有一件事情也想要问你下诶，两位敢有熟啥诶？啊？熟啥？熟啥嘿？熟啥？嘎造，进来带高灿伟到后面小木屋看一看哈。两位还有小木屋哦，安好。还做得啦。好呀，你困啊？哦，我先下来。哦。
体谅啥，无安过分。我平安晒，好无？对啊，对啊，我风眼难做，好无？拜托。可怜哦，才刚到这里就被所长训一顿。不过没关系啦，他那个人都是说说而已。好，没有，所长没有训我。没有。他就只跟我讲了一些兰花的事情。哦，那是他的兴趣啊，他种的东西都在后院，不要乱动哦。哦。警察宿舍的小木屋，小木屋？哎呀，那个所长叫你带我去小木屋。哦，对啊，后面是有一间小木屋可以住啊。真的假的啊？台东警察那么有钱哦，难怪可以推广观光警察，连住都住小木屋。对啊，等到你看到那间屋子，你就会爱上它。对不起，高政委，高政委，你的行李到了，在车站。哦，我现在去拿着。不用了，我帮你拿就好。谢谢。他人很好。对啊，以后你就会发现他人真的很好。可造，是不是套房啊？不是，是一房一厅一卫，这么大。家郎，家郎，原住民话。不是，小木道。进来啊！哎，可造。这根本不是小木屋啊！这里是小木屋，只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些状况，我们把它改建成用水泥的。不过我们还是叫小木屋啊。发生过什么事啊？之后再跟你讲啊。我知道，这里根本不能住人吧？你看那个天花板都已经漏水了，外面草丛那么多，晚上会不会有老鼠还是蛇？没有嫩啊。那没有蛇啦。哦。可是晚上会有人敲门，你千万不要打开，因为会有熊。真的假的？熊还会敲门吗？真的嘞。好了，你先把东西放那边，然后我待会带你四处了解一下状况。好，辛苦了，我请你去热死好不好？走。好啊，你换一下衣服，我们赶火车。干嘛要赶火车啊？最近的在花莲啊。哎，高照，那个高尚伟的房间在哪？对面那间。带我过去。哎，高尚伟，你的行李。哎，高尚伟，你的行李，谢谢。不用。对吧？明天我已经可以上班了，而且我一直在想那个三老鼠的事情。我在想那个里长被骗了，可能跟这件事有关。不是吧？我们这样上山一闹，他们应该离开啦。我觉得他们还在那里，而且我们可以回到村子里面找一些他们交易的线索。
觉得怎么样，科长？我觉得你应该休息一下。怎么这样？我知道你这一次被三长署这样一搞，心里一定很不高兴，然后呢也很想血耻。可是呢，先别急嘛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说我们昨天看这是一个小地方，有我们的步调，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适应一下。还有啊，在救你的途中呢，救我。对，在救你的途中，我们发现三长署的公寮，他们连刚采下来的牛樟菇头都还没有带走，所以呢，我研判他们可能还会再找机会回去。那更好啊，我们先向分局回报吧，然后跟他们请求支援。我已经回报过了，他们要么不要急。不要急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叫你跟我去喝咖啡啊。对啊，你就先把伤养好嘛，否则呢，还没有立大功，就替我们找麻烦。副队，你还用干嘛？真聪明啊！娘妹，这个你我真唔错，这把是魔术师的，我用我电咯，今天当然蛮做啦。啊，从今唔要讲好的，无嘛事情的嘛，免做弄好的，哪有按用的？唉，我说，今天用的咯，要按老开咯。上呢头阿长讲下，无爱老主题嗰啲一定啦。好啊，好啊。我等下我打電話俾阿前面嚟講下。好。無愛嘛唔知講要乜嘢。哦，等下我打電話講主題嘛先。好。做乜事都唔會做。從慢輩嘛，很見唔是看過人哋做嘅，唔知點解你唔講。你會悶一下嗎？我都唔是看過幾個悶嘛，悶啊！喺那小兔，你也看也小兔。啊，他哋一定啊！我咩㗎嘛？唔講我做嘛？得阿長嚟啊！我人都是你情況要輸嘅出啲，我等你幾多啲啊？到時我有啊，我唔會有，我信你啲心。掛就掛啊！你来呢？那你现在偏于功法啊？还有呢？根本你唔系要让你讲嘞，小伦手受伤，根本你冇办法连团。有请养处吗？啊？你的紧惯性机，和日常爱钓有急救，冇办法连团。你讲啊？你下你先就会安排好啊，搞就做对搞啦，该数嘛会吐啊，对冇？你的人生安排当好么？爱我上你爱用心，爱做爱其他重要的事情。做事上好嘞。你讲嘛该你啊？
冇啦，我哋黨會陰唔係喎。雞蛋你呢？沒問題啊。哇，当初是被三老鼠的那个陷阱给夹到了，真的假的？啪一下，整个血就喷出来。